揸緊保時捷 Macan 小鋼炮嘅朋友，你哋有冇覺得部車平時揸起身靜英英，根本就冇保時捷嘅霸氣運動感？尤其開住佢過隧道或者高速踩油，想聽下澎湃聲浪，點知只有蚊叫咁細聲，真係冇咩駕駛樂趣。今日就帶大家嚟睇下保時捷升級 IES 排氣有幾正。首先呢個排氣採用304不鏽鋼打造，輕身之餘仲夠晒襟用，唔使驚用耐咗會生鏽，啱晒 Macan 日常代步同埋偶爾劈彎嘅需求。最關鍵係佢為 Macan 專屬調校嘅聲浪，唔係誇張刺耳，而係低沉渾厚，一踩油就有，收油仲有輕微回響聲。升級完之後，部 Macan 先至算真正醒咗，聲浪隨住轉速越嚟越澎湃，腎上腺素直接飆升。呢套排氣仲支持原車閥門控制，想靜就靜，想響就響，唔會擾民，又夠晒有型，啱晒保時捷車主嘅需求。如果你都想讓你嘅保時捷擺脫斯文標籤，擁有專屬聲浪，千祈唔好錯過運動排氣。